財政廣播地帶。大家好，我係 P 6 A 班嘅廖嘉希，今日為大家表演1分鐘魔術。首先為大家表演第一個魔術，叫做神奇的骰仔。你望下，呢度有6粒唔同嘅數，我想將呢6粒都變成相同。麻利麻利轟！你望下。跟住為大家表演第二個魔術，叫做神奇的盒子。你望下，呢度有個藍色波，你估下我呢個藍色波會唔會變成紅色呢？麻利麻利轟！望下，好神奇呢！唔知大家鍾唔鍾意我嘅魔術呢？多謝收睇，拜拜。